伊是食果子拜树头的后一句哦。食果子拜树头。是，因为你拢会偌准是食果子拜树头，对无？对啊。是，来第三个题是。哦，什么米饭？啊，米饭弄出来啊，够惨来。来。食米饭拜蚕头。哟，米饭拜蚕头哦。跟有蚕头这嘛是有道理啊。亚运哦，是有亚运呐。啊，毋过嘛是有影爱拜蚕头啊。对啊，是因为这个蚕头咱好落啊。所以你的答案是食米饭拜蚕头。来，老师对唔对？对啊。这个蚕头呢，吼，有一句俗语讲，蚕头蚕尾土地公，啊，所以这个蚕头你会当看作是所谓的地头也好，还是讲咧譬如这个土地公也好，反正意思就是这两句拢同款，食果子拜树头，食米饭拜蚕头，拢是要讲饮水思源。